手把手祷告手，这是一列要在旅行的人、出差的人、疲累的人回家的车。我们的忧患，我们担当谁来背负呢？就是这一位诚然为我们担当所有一切忧患跟悲伤跟重担的这位主。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恢复之旅，就是我的家人在2天1夜当中重新回到以前工作的地方。虽然离开家里差不多只有24小时，但我们却经历了恢复惊喜，知道这位神是随时我们帮助我们的神。本来我们是以为会台风下大雨，但没想到却是这24小时内该下雨的时候下大雨，很凉。我们出游的时候，去拜访工厂的时候，天气却是非常的好。这位真的是爱我们，为我们预备一切恩典的主。感谢，也带到恢复之路还很长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也来分享家庭里面我们需要这个经历的，全家一起来经历，从那个可能受创当中，我们可以得以被恢复。满心感谢，因为再次见证这位上帝是爱我们，为我们预备一切够用恩典的主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